有没有人知道我在大专待几年？这样推算，我刚才讲说，我离开古亭教已经大概是10几年前，对不对？它已经8年了哈。刚才有人说，哇，你看起来好像前不久才来，或者是才离开，已经8年多的时间。所以这样推算，我其实离开古亭教会是已经10几年前了。对，有人说，为什么你还在大专呢？大家认为牧师应该就是回到教会牧会嘛？那为什么你一直待在大专？其实会待在大专，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我自己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过去读书的时候，我自己在读书的过程接受大专中心的照顾跟关心，让我知道一个人在外读书被关心的那种感受跟感觉。我们知道大家都有在外面读书或者是工作的经验，如果有一个团体能够来关心你、照顾你，然后陪伴你，那你可以走得更长、更远，而且你有在心里面有更大的平安，可以去面对你生活当中的困难。所以那种心境让我，当我成为大专工作者之后呢，我用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样的心境陪伴我所遇到的每一个学生。你知道，要陪伴一个学生其实不简单，因为学生其实你不要光讲陪伴一个学生好了，他们成年人，你陪伴一个小朋友或者陪伴的家人，其实要花的时间、花的精力就非常多。但是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所带出的经验可以让他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也成为许多别人的帮助。那第二点，为什么待在大专？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需求。我们知道大学生，其实是很容易定型他们的一些价值观、经验，而且在这个时代，其实是对于我们大专生或大学生或现在的学生，其实不是友善的哦。因为这个社会不管是在经济层面，或是在其他的观念。或是不同的价值，认为年轻人都是不被善待的，甚至他们的情绪可能也是常常被人家被低期待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能够成为他们的助力，帮他们能够提升起来。还有处境的需要，我们看到大专生他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面临很多的情绪的挑战。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层就是情窦初开嘛，像我自己带的学生，我自己的经验，情窦初开，那并不是每一段情都让他们很顺遂、很顺利的就可以掌握住，怎么样跟男女交往，常常会面临到可能情绪的波动的影响，他可能就想休学，可能就情绪不好，可能就影响他读书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陪伴他们。然后透过团契，让他们在这当中互相的来彼此照顾。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大专工作者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刚刚讲第一点就是陪伴，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聚集起来，这些弟兄姐妹互相的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互相的来扶持。为什么我还在大专？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父亲的告白。我们知道台湾总共有几间大学？160多间哈，那在50年前可能才1、2间，但是现在就160多间。那原住民人数大概25000个，其实很少，对不对？但是对于在台湾，我们长老教会在做大专工作，原住民大专的工作者只有4位哈，就是我是其中一位嘛。我们要关心25000个学生，那我们平地大专。他们的人数多少？有100多万呢。那就我们现在长老教会所设立的大专中心工作者大概几个？大概20几个，或者再加一些辅导、义工辅导，大概30个。30个人要去关心100多万人，那这个宣教的何尝是多么的大？那关心的人，那失丧的灵魂，那我刚才讲情绪波动的这些人，谁要来关心？
我们知道大专中心有责任，因为这是我们蒙召的服事，我们有责任去关心他们。但是我们实际上真的能关心到这些人吗？可能没办法，所以我们仰赖更多我们在大专持续做这样的工作，也把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意向分享到我们教会。那再来，还有为什么我会在大专？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有人陪伴你的时候，我就可以坚持走下去。那这个陪伴不是只有我陪伴学生，作为牧长，作为我们大专事工，我们需不需要有人陪伴？需要。如果有机会，我给你看我常常写给我们原宣的报告书哈。我常常就是每一年我都要对他们报告，我做的服事啊，一些内容。我每次写我都会写，跟地方教会连结，然后后面括号古亭教会，然后大安教会，然后南门教会。我为什么写这些教会？因为都是我以前实习过的教会，因为我的心跟他们站在一起，然后也会把各地的大专中心学生闭气，成为陪伴我走这8年的大专之路。我想在这个服事当中一定会有辛苦，但是如果有人愿意陪你走，你就可以坚持下去。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什么？支持他的女人嘛，对不对？当然不一定是男人女人，像现在我跟我太太师母，我们谁在照顾孩子？是我在照顾孩子。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是我支持他工作，因为我们都有工作。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所做的事情上面，如果有人在你背后支持，你就可以坚持走下去。所以我常照的报告书，在我跟大家分享，会说古亭教会是我一个心中很重要的陪伴者。所以在这8年，虽然我们有很少的机会这样子面对面分享这样的事情，可是在我的心，我常常把古亭教会的弟兄姐妹放在心里面。我来之前，我跟我太太说，我要告诉自己我不能哭，因为其实这样的感动，我其实酝酿在我的心里有大概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今天除了是大专的纪念主日之外，其实我更要感谢古亭教会陪我自己走了这个8年的路。每当我想起你们的时候，我就会在我的祷告当中为你们祈求，甚至为自己感谢，为此感谢。那今天是我们大专的纪念主日，我们在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初代教会他们也是支持保罗他宣教工作，然后也救济一些耶路撒冷的穷人。保罗的宣教工作，他总共宣教几次？他去有宣教的旅途，总共3次。他其实都是以四海为家，然后建立教会。在这个3次呢，他其实不断的去兼顾他们信徒的需要。他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有钱吗？不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推动支持他的这个宣教，让他可以在收取的捐献上补足另外其他教会的需要，让这些信徒更为坚固，成就今日我们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他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欧洲，欧洲然慢慢传到我们亚洲。所以若不是这些教会支持保罗的宣教，我们今天会听到福音吗？其实不会。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我们大专的事工，如果没有人支持他们，其实能听见福音的人，可能就只有这一群人。失丧的灵魂能被造就、能被照顾的，可能就只有这一群人。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陪伴他们，然后坚持他们做这些侍奉，坚持做这些工作，不是在后面就是奉献而已，更多是我们陪伴他们。这个陪伴是全人的。我们知道陪伴不是只有给一些东西，你是要跟他怎么样并行，一起走，一起走。面对挑战的时候，一起做。我们知道初代教会，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其实在责骂教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状况。但是每当保罗书信写到最后，他总会赞赏教会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彼此捐献给保罗作为他的圣工使用。他把这些钱，除了他旅途所需用之外，也把这些钱提供给不足的教会，成为他们在建立教会、建立信徒信心的一个圣工使用。所以初代教会有很多问题，但保罗称赞他们在捐献上做了很美的事工。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哥林多教会他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捐献的一个事工。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他们在第8章说，他已经准备1年了，准备1年，所以是已经定好了，是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做纪念主日，也是预备好的，要来帮助这个纪念主日我们所帮助的对象，他们的工作一样。在今天，我们长老教会已经经历150周年，在这块土地，我们推动了许多不同的事工，对不对？比如说像除了这些事工，我们也为许多事工做了一些纪念主日。像教会内的，我们有定儿童主日，也有青年，还有妇女、弟兄、松年。那像在国内的呢，我们也有在做原住民的，对不对？原住民宣道委员会的纪念主日，我们还要做什么？让我们大家回想，过去我们有哪些我们替他们奉献，或者是成为他们陪伴的这些单位？我们还有客家，对不对？客家的宣教，还有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做校园。我们其实不只是为大专这个团契，我们如果有更大的意向，我们是在做整个校园。我们说年轻人是一个世代，我们其实不只做一个校园，是做整个世代，我们也有做劳工，对不对？劳工的，也有一些助人的相关机构。那除了做国内，我们有没有做国外？我们也有做国外，比如说我们有宣教士的差派。我们知道有几位牧长，他们现在在英国，他们去英国宣教吗？没错，他们也是宣教，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事工，除了像是关怀当地的台湾的留学生。我刚刚讲说，一个人到外读书，一定会就是心里会怎么讲，就是会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担心，可能是想念家人这种思乡的情节。那如果有人能够照顾他们，那他们能够更坚持他们的工作，然后把这样的才能，把这样的恩赐能够带回到台湾，成为许多人帮助。我们还有宣教师到日本的，到日本那个爱努民族，大家有听说过吗？到爱努民族那边去传扬福音，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他们自己的原住民的身份。那我们差派的也是一个原住民的宣教师。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宣教师过去帮助沙劳越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农业的发展。那除了这些教会内、国内、国外，我们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事工，像文字事工，还有教材的研发、圣经的翻译、神学的教育、医疗的媒体。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工，其实就是希望借着不同的事工，让福音转化深入不同的族群、不同年龄层可以领悟和领受的祝福。但是这些事工不单单只是他们要去做。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这是总会在做的。但是总会在做的这些事工是做在谁身上？做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们更应该的有这样的责任，能够一起主动去关心，一起在上帝的国度观建立共同的意向。那这个奉献，它是一种邀请，也是一种陪伴。那我想，像我们大专事工在
就是大专事工，它其实是教会延伸出去的事工。特别如果我们古亭教会有青年到外面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就近关心他们，所以就需要有大专中心在校园里面关心他们的信仰生活，陪伴他们的灵性。所以我们所做的其实是，我们也许不是就是我们所做的可能延伸到其他的大专中心，它可能就帮助到我们的学生。那其他地方他们所奉献的，可能到这个地，就是可以去关心在北部读书的学生。所以它是一个延伸的事工。所以奉献是一种邀请，也是一种陪伴。那我们在所读的哥林多后书，如果你仔细去读，它8、9章其实就是讨论到有关信徒捐献的事工。那保罗强调这个捐献呢，不只是仅仅提供救济，或者说满足这个经费，给予钱财而已。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可以学习的信仰的功课。我们奉献是因为所得的恩典而感谢。我们奉献是因为感谢，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这样讲：主耶稣基督使我们领受极大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的，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什么？富足，成为富足。那9章8节这样讲，他说这个富足呢，可以使我们行多样的善事，行各样的善事。而且基督也做我们彼此间的，或者说成为我们教会的元首，他成为我们教会的头，使所有的众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成为肢体。许多人认为保罗好像常常把身体分开这个是希腊的一个思想，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但是保罗他其实不是，他的想法其实不是这样。他认为他常常用身体的比喻，就是他讲到一个合一，讲到合一。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各自都是一个肢体，互相成为上帝的身子。所以我们在身子上面要常常的陪伴彼此，关怀彼此的需要，也相互提醒。保罗说了一个很重的话，他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怎么样？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知道，当手痛的时候，其实你整个身体就会不舒服；牙痛的时候也是一样会不舒服。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就怎样真的是要人命。所以常常纪念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当这个肢体能够成长，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快乐。我们也要记起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跟命令。他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相爱的心，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耶稣保罗也说，我们原是基督的工作，为要做善事，为要做善事。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以奉献的心来支持，并且陪伴大专事工及眼前我们学生的信仰生命。今天不是只有奉献给他们。那我知道我们也有很多的大专，在这边聚会的是台师。师大的学生，他就在我们当中聚会。我们其实常常有空可以来给他们的鼓励，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听课。其实当你站在他旁边的时候，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他就会记在心里面。也许10年、20年后来，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一段话，可能就是另外的人来分享，因为过去你们所做的某些事情，某个时刻感动他们，愿意献身，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在这个地方一起分享。
那今天是台北大专的纪念主日，那我们再次透过纪念主日来关怀我们在基督内的肢体。我们要学习补足大专事工的经费所需，让大专事工成为北区大专学生的祝福。目前我们学生中心有4位传道人，4位牧者传道人然后1位的全职辅导。那过去我们也有我们古亭教会的伯贤也在当中做辅导那现在他先离职，所以我们现在有总共5位的工作者我刚刚讲我们有100多万的学生在这个全台湾，然后在北区，因为就长老教会的大专中心的设立，他们有分区那台北大专他们所要关心的学生，大概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还有宜兰市，这个都是他们主责的范围大家猜看看，总共有几间大学？大概有65间的大学是他们需要关心的。那我不知道65间大概有多少学生是他们关怀的对象，我想应该也有超过50几万那由这5位来关心这50几万，相对的一个人要关心几万？哇，一个人要关心10万如果要开拓教会10万人的教会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来关心。那目前他们台北大专所设立的团契总共有18个团契18个团契，那所服侍的对象总共超过300个人。那他们所做的事工呢，包括宣教。他们的宣教的禾场在哪里？校园有100多万人我们要支持这样的服事，让这些青年。这个宣教不只是大专工作者，其实也是这些青年他们放在心中的意向。他们把在大专中心或在教会所认识的耶稣或这样的知识，能够带进校园分享福音。我们知道，也许在当中我们也有同学是这样。其实，在大学有很多的学生都信主，成为第1代的信徒，这个比例是非常高。这比例是非常高，所以我们要宣扬福音，或者说领人进到耶稣的恩典的里面。其实，在大学的阶段是非常有机会，也非常有可能。所以我们要支持这样的工作，让更多的大学生、更大的大专青年能够在读书的过程也能够认识主，因为主会给他平安，主会让他知道他所学的这些知识将来如何帮助人，如何能够帮助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宣教这个禾场是非常大。那我们透过许多的装备，希望学生可以成为校园宣教师让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福音进入到他们的班上。他们的朋友同才将这样的福音透过生命影响生命，介绍耶稣他自己。那除了宣教，他们也会做学生心灵跟生活的照顾。好，我们知道刚刚前面有提到，学生一定在面临问题的时候会有情绪的一些不同的状态，那需要有人能够关心他们，能够给予他们指引，可以给他们帮助。其实也就是学习陪伴学生走他所要走的路再来就是信仰教育，台北大专或者总会大专，我们会有所谓的信仰的生活讲座，还有公共的神学讲座。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古亭教会临近总会大专其实很近他们其实常常会办一些讲座。那我也知道，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去参与。那这个真的很好，让他们知道，其实教会有主动关心，也主动参与，让他们在推动这个事工的时候，会很有力量，做的也会坚持下去。那也有大专的灵修营、圣经神学研究班，还有同工训练营等等。像这些活动，我们教会的青年也都可以鼓励他们去参加，让他们也在这个大专青年的身上，我们彼此来学习。那像他们平日也会有团契的聚会，他们会有查经班，还有祈祷会，还有灵修的活动。
读圣经等等。那我们知道，过去在教会其实有推行备家运动，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长老教会提出了实行3献运动。我们奉献可以有不同的思考，不是只有现金。这边3献提到什么？第一个就是献心，献你的心；再来就是献你的钱财、金钱，还有献功。什么是献心呢？我想这个献心，我们其实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们把我放在你们的心上，我也把你们放在你的心上，就是将大专事工、传道人、牧师，还有这些学生放在你的心上，常常为他们祷告，然后在祷告中也告诉自己，也祈求上帝，我们如何成为他们的帮助，然后获得上帝从上帝而来的行动，来去成为他们的帮助。那献功是什么？亲自参与，并且帮助大专中心所要推动的各项事工，提供专业的资讯来帮助团契的学生。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机会也有看到我的 FB 像我礼拜4我都到真理大学参与团契。那每次团契前那个协助我们煮饭的师母王荣昌师母他就替我们煮很丰盛的什么晚餐让这些学生来团契真的是非常的备受祝福对。那我想其实献功有很多的方式，其实煮饭也是一种那像我知道我们大专学生中心的主任就是被练就一身的煮饭的才艺啦。像我自己也很会煮，常常煮给学生，但是煮来煮去就是那几样那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其实有很棒的那个厨艺其实也可以替这些学生献功可以煮饭啊，或者是做点心给他们吃啊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会那种感动会持续很久对，持续很久。或者是你来参与团契，分享你的专业，可以主动跟大专的牧师讲说，我可以跟学生分享，甚至如果我们教会弟兄有跳那个赞美操，我们也可以学习赞美操提供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专业。再来就是现金，提供或补足大专事工所需要的经费。所以奉献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但是每一种方式不要忘记都是一个陪伴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期待我们的奉献是怎么样的？甘心乐意的，不是出于勉强。有一句话这么讲，奉献或者说我们慷慨所给予的，我们所给出去的，我们并不会觉得损失什么，而且得到的反而更多，从上帝来的祝福反而更多。若是我们是出于勉强的，即使1毛钱出去，你都会觉得怎么样？哇，是损失。在上帝眼中，他所看的损失其实就更大了。保罗给我们的教导，要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然不是去找麻烦，或者是就是要去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让我们看看耶稣他自己的比喻，他说那5000的，他不只是5000，2000的也不只是2000。正因为他们愿意去做，愿意将他们的才能，将他们所有的为上帝所使用，耶稣称他们为什么？忠心的仆人。所以凡有的就怎么样？还要加给他，并且将来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个地方，临到愿意为主做工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同参与，也为台北大专奉献我们的心、我们的功、我们的钱财，叫我们在这个主内的肢体上面
组内的这些事工上面不致缺乏，让他们的工作者，让学生在校园事工可以蛮有能力，因为知道有人在支持他们，有人在陪伴他们，并使我们所奉献的，可以叫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的名，在校园事工可以蛮得荣耀，并且可以得人如得鱼。愿喜乐、平安、盼望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